用台语会当做任何代志，会当谈天说地。台湾师范大学今年有举办一个台语营队，内容有自然、人文、科学等等课程，拢是用台语来进行。来遮参加活动的囡仔，规工拢浸伫台语的环境。囡仔人对老师用3灯镜来看光的变化，师范大学头届针对台语囡仔办小热营队，用系列课程，互因浸伫台语的环境。即马要进行的，就是迄科学实验课，吼，像昨就是咧介绍即个光要安怎写，吼，伊是写直的，还是伊会凹弯的，吼。像熟悉科学实验，老师会用台语去解说专有名词，延伸到其他的生活经验。师大进修推广学院表示，活动主要是要互囡仔，毋但是会晓讲，佮通实际运用，嘛透过自然、人文，甚至是科学领域的安排，互因知影，无论伫倒位，拢通用台语甲人沟通表达。比方看来，你讲你好好，你好好，这些小朋友够卡趣味。我们希望在专业知识里面也增加台语元素。未来说不定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用台语来了解天空了解星星，了解大海。师大表示，近年来真侪台语家庭，囡仔来遮嘛找有共同的语言，希望替囡仔营造世界拢有台语的友善环境。营队会办到8月底，目前剩一梯厝，阁有名额。记者陈嘉柏、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